好多人講諸葛亮5次北伐，一路打到最後都冇太大收割嘅，成個過程只係不斷耗損蜀漢國力。大部分觀眾只記得街亭之敗，陳倉受阻，伍將元病逝，好少人留意5次北伐之中，唯有第3次北伐真正實現領土擴張，仲成功守住戰果。呢場戰事規模唔算轟轟烈烈，冇大規模決戰，卻係諸葛亮北伐路上難得嘅勝利，亦都藏住好多被忽略嘅戰略考量。上一集講到第2次北伐，諸葛亮數萬大軍圍攻陳倉，郝昭憑住1000餘士兵死守20幾日，蜀軍糧草耗盡，曹魏援軍將之，諸葛亮唯有主動撤兵，退兵途中設伏擊，砸毀張黃箱，贏得一場局部勝仗，但始終未能攻克喺陳倉，奪取關中嘅計劃宣告落空。返到漢中，蜀軍全軍休整，連續2次出兵，士兵需要休息，兵器糧草都有重新補充。諸葛亮並冇因為陳倉受挫而意志消沉，每日堅持操練軍隊，改良作戰器械，繼續推行屯田積蓄實力。同時佢靜觀關中局勢，留意曹魏內部挑動，等待下一次出兵時機。曹魏方面見蜀軍退兵，上下都覺得危機暫時解除。魏明帝曹豫將主力重心繼續擺喺東線對抗東吳，西線防務交由曹真負責。曹真認定經歷2次北伐失敗，諸葛亮短期內唔會再度大舉出兵，關中各大城池防遮已經加固，暫時可以放鬆警惕。呢個判斷令曹魏放鬆咗涼州南部武都、陰平兩郡嘅防備。武都、陰平地理位置極其特殊，兩郡坐落喺涼州南部，緊鄰蜀漢益州北部。武都山脈縱橫當地族、羌族部落眾多，陰平更加係連接漢中同涼州嘅小路要道。後世鄧艾呢，就係依靠陰平小道奇襲成都，滅亡蜀漢，足以見到呢塊地方嘅戰略價值。如果蜀漢掌控武都同陰平，好處非常明顯。第一，可以打通同涼州少數民族嘅聯繫，爭取太強部族支持，補充兵源同戰馬。第二，建立北伐前哨基地，日後出兵涼州唔使每次都由漢中長途跋涉。第三，利用山西構建防先勝仗，漢中西側防止魏軍由南路突襲益州。反之，如果一直由曹魏掌控，就好似一把尖刀抵住蜀漢西北邊境，隨時可以騷擾漢中西線。只不過呢，兩郡山多路險，土地貧瘠，人口唔多，曹魏一直只係駐守少量軍隊，唔願意投入過多資源重兵防止呢。諸葛亮睇透咗曹魏呢個弱點，制定第3次北伐作戰方案。唔再強攻關中重鎮，轉而輕兵突襲武都、陰平。建興7年春天，諸葛亮揮軍北上。今次佢改變戰術，唔親自率領主力直撲城池，派遣大將陳式帶領一支精獨部隊先行進攻武都、陰平。之所以揀陳式執行任務，呢位將軍擅長山地行軍，熟悉西邊山區地形，適合帶兵深入險地作戰。消息傳到關中，曹魏涼州刺史郭淮馬上警覺。郭淮係西線老牌名將，長期鎮守涼州，深知武都、陰平嘅重要性。佢即刻調集軍隊，準備帶兵南下增援兩郡守軍，打算同陳式展開對決，驅逐蜀軍。郭淮嘅軍隊剛剛出發，祝逢就送到諸葛亮手上。諸葛亮即刻親自率領主力大軍快速進駐建威，擺開陣勢，阻斷郭淮南下嘅道路。一場心理博弈就此開始。郭淮收到偵察兵回報，得知諸葛亮主力已經抵達建威。郭淮冷靜盤算局勢，如果繼續南下增援武都、陰平，前方將會遭遇諸葛亮親率嘅蜀漢主力，一旦陷入野戰交死，郭淮手上兵力唔佔優勢，好大機會會被圍降。更加危險嘅係，一旦大軍被牽制係武都山區，涼州後方空虛，隨時會有更大風險。衡量所有利弊之後，郭淮做出最穩妥嘅決定，放棄增援，全軍撤返涼州。唔同諸葛亮主力正面硬行，郭淮退兵武都、陰平兩郡，徹底失去援軍。指望城內曹魏守軍數量稀少，孤城難守，見大勢已去，無力抵抗。蜀軍陳式順利領兵入城，成功佔領武都、陰平。呢一次進軍，蜀漢冇爆發大規模死戰，順利拿下2處戰略要地。的戰果傳回成都，朝野上下士氣大振。想當初第1次北伐街亭慘敗，諸葛亮自請廢官3級，如今奪得土地群臣，分焚上書，
請求後主留佢恢復諸葛亮丞相官職。諸葛亮一隊開始堅持推辭，佢上表講呢次勝利唔係自己功勞，只係幫人揸住時機，而且北伐大業尚未成功，唔應該急於復官。但劉寇再三下諫位面，堅持恢復佢丞相職位，諸葛亮先至接受諫令。好多人忽略呢段細節，足以見諸葛亮治軍律己嘅態度。好多觀眾呢度會產生疑問，奪得武都陰平，睇落輕輕鬆鬆，點解話係5次北伐最大收穫嘅？首先要分清一點，其他幾次北伐，蜀軍打到最後都要撤返漢中，攻佔嘅土地無一能夠長期守住，唯有武都陰平，自從呢次之後一直控制喺蜀漢手上，直至蜀漢滅亡。但同時亦都唔可以過度神化呢場勝仗。我哋睇《三國志》史料可以發現，兩郡人口稀少，山區多平原少，能夠提供嘅糧草資源有限，唔可以一下子大幅增強蜀漢實力。佢最大價值唔係糧食同人口，而係戰略地緣優勢。直到掌控兩郡之後，諸葛亮可以主動聯絡當地李大羌首領呢。少數民族長期受曹魏統治，內心本就有不滿。蜀漢到來之後，不少部族轉而支持蜀漢，為蜀軍提供米道戰馬，甚至徵召士兵。呢一點為之後第4次北伐鋪下伏筆。亦都有好多網友爭論，郭淮唔戰而退，究竟係膽怯定係高明嘅戰略選擇？從宏觀角度分析，郭淮嘅選擇其實好理性，明知敵軍主力到位，強行開戰風險極高，一旦兵敗，成個涼州都會動搖。暫時放棄兩個邊郡，保留主力有生力量，係保守但穩健嘅做法。曹魏地大物博，承受得起局部土地損失。蜀漢國小民少，任何一次大敗都難以復原，雙方承受風險嘅底線本來就唔一樣。平定武都陰平之後，諸葛亮並冇繼續深入涼州擴大戰果。好多人疑惑，點解唔趁郭淮退兵繼續北上？原因依然離不開蜀漢永遠嘅短板。補給深入涼州之後，運糧路線會更加漫長，山區運輸壓力倍增。如果繼續冒進，一旦陷入持久戰，隨時會重演陳沖圍城斷糧嘅困境。諸葛亮唔願意冒無謂嘅風險，穩固新佔領土地之後，主動帶領主力退回漢中休整。蜀軍返漢中不久，西線局勢迎來重大轉變。曹魏大將曹真向魏明帝曹元上奏，長期被蜀軍騷擾，被動防守唔係辦法，主動請求大舉伐蜀，多路進攻漢中，一舉消滅蜀漢政權。曹真嘅提案得到魏明帝支持，一場由曹魏主動發起嘅大戰即將拉開帷幕。呢就係之後嘅漢中防魯戰。好多人睇三國，習慣淨係睇諸葛亮出兵北伐，以為戰爭永遠發生係魏國領土。甚至事實上，第3次北伐結束之後，攻守形勢一度逆轉，曹魏準備主動進攻，蜀漢諸葛亮由進攻方轉為防守方。呢段劇情好多影視作品同演義都草草帶過，是價值往往被低估。我哋再重新梳理3次北伐嘅脈絡，就能夠睇到諸葛亮戰略思路嘅變化。第1次北伐啦，目標突走臨右，想一口氣拿下涼州，街亭失守，奇襲計劃破滅。第2次北伐趁東線曹魏兵馬空虛，左使攻取，陳沖打開關中大門受阻退兵。第3次北伐降低目標，不追求決戰，先搶佔邊境戰略據點，穩步埋食，最終取得實質勝戰。果連續3次軍勝。軍事行動，諸葛亮慢慢睇清楚現實，想要一戰定天下根本唔可能。蜀漢綜合國力遠不及曹魏，只可以步步為營，逐步搶奪有利地勢，爭取外族勢力支持，慢慢縮小雙方差距。呢種穩管穩打嘅思路，亦都會貫穿之後第4次、第5次北伐。好多觀眾會有一個討論話題，倘若諸葛亮集中資源，全力經營武都陰平，專心聯合滇羌部族，慢慢消化涼州南部，唔急於發動大規模北伐，蜀漢嘅命運會唔會有所改變？歷史冇辦法假設，但唔可以否認武都陰平嘅奪取係諸葛亮北伐歷程入面最成功一次操作。不過都要提一個大家熟悉嘅歷史遺憾，數十年之後，陰平小道成為蜀漢滅亡嘅突破口。好多人會講，如果當初諸葛亮一早重兵駐守陰平隘口，就唔會有後來鄧艾奇襲。事實上，諸葛亮在世時
一直有派兵駐防陰平呢，只係後繼者放鬆咗防備，先釀成大禍。唔可以將蜀漢滅亡嘅責任歸咎於當初奪取陰平嘅決定。講到呢度，留個問題同大家交流，你覺得第三次北伐奪下武都陰平，戰略意義大唔大？如果諸葛亮唔急於後續北伐，專心經營兩郡，能否扭轉蜀漢劣勢？歡迎大家評論區留言發表睇法。鍾意正史拆解三國北伐故事，分清演義同史實，記得點讚訂閱。下一集講曹真大舉伐蜀，連名大雨，令曹魏遠征軍陷入絕境。